后来为着要来推出着军检的检检员，疫情指挥中心除了对整个舰队检验之外，嘛采检着抗体，要来了解感染的程度。目前，番石军舰377个官兵的采检拢已经完成，结果发现其中有30外个人身躯有抗体，这嘛表示讲船顶应该有搁较侪人拢已经有畏过病毒了。 威风出航的敦睦舰队回国了，因为番石舰出现集体感染，所变成全国注目的焦点。除了应该知影有30人感染，就要找出捌违规官兵来判断整个事件感染的过程。所以讲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整个舰队做血清抗体检测，目前已经完成377个人，初步估计至少有30个人身上已经有抗体。那目前我们就是只有昆阳的实验室有验出来。 我们还在等台大还有中研院，我们要3方的检验结果在确认之后，才可能对外宣布。抗体检测指标主要分做2种，分别是 IgM 甲 IgG。感染者出现症头了，差不多2天到3天 ，IgM 会称悬到第3礼拜了开始下降，这是首先发生反应的第一抗体。虽然换 IgG 升悬，并且是重新存在伫体内，就由抗体再加上核酸的检测，推断感染的时间。 它之间的差异大概只有差不多1个礼拜、2个礼拜的时间而已。不过，因为新冠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病毒，不管你是验到 IgG 或 IgM， 你都可以确认说它就是最近1、2个月得到感染。不过，抗体毕竟是辅助尔，伊原来针对个案进行疫调甲追踪，较到完全的了解。